加把好来看的是农沙溪啊，天气多为南投县，要这个有着天气的农沙归有名，如清境农场。民国89年农业发展条例修正，农地过好买卖的，因为安尼产生呢，如系几多农沙归间的民宿哦。清境合法经营呢112间民宿，其实如系对农沙归间呢，业者为初多向韩国多游客去，价格如康泰营业，发展到今完全合法的业者。存到6间呢，让政府有上的本业者秋天合法，也引起争议。选定弯弯弯弯嘅山路，万那些看到嚟自动就一动，有异国风情嘅建筑。民国89年农法条例修正，开放农地自由买卖，还有农下免税、送穷入境，使到一到冬天人还有外来投资客，去亲近用农下嘅风险来开民宿。农作物的经济价值真的是没有办法生活，所以大家都转型了，以农转为来做民事嘛大家也是为了要生活啊。农民呢都几乎3年春运一百钱啦，2年了钱啦，大部分土地流到拢卖将的啦。和当地经营民宿10年嘅杨先生，当初17只同农民买地买农舍变做民宿，为到应付大量上升嘅人口，是同农舍改建嘅空态营业。但是其实安尼做已经违反农地使用嘅相关规定，未变做亲近民宿业者共同嘅问题。当时无过太嘅规范，我也无过了解所以有扩大嘅情形。我目前也希望出政府同埋辅导。头山都能看到嚟自排又一排嘅，做係農舍改建做嘅民宿，同南投新嘅部分是有8萬間超萬嘅民宿，其中有95%做下有違法使用嘅問題，你下南投縣政府想要同佢哋做下輔導合法。新建地區農舍樓地板面積有15萬平方公尺，違法使用嘅部分是差唔多降配一半。南投縣政府就要命令禁建，未規劃新田清境風景鐵天期計劃同開發項來做總量管制。它这个总的楼地板面积是不能超过现在的总楼地板面积。如果你有超过建蔽率、有超过容积率的部分，还是会请他，我们还是会强制请他回到原来这个都市计划所容许的那个范围里面，所以不会是就地合法。该计划6年15为告送内政府其为费了审议，但是环保团体还是认为新建的开发是得完全停拍。事实上是违建比较多啦，因为事实上它毕竟是台湾的就是很高度的那个山坡地，而且是很高山，它事实上是不能盖那些。农舍改建做嘅民宿为曾经带来更多嘅观光收入，但是未引起山排地、国土开发还有阻碍农业发展嘅争议。就算南投县政府希望听收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佢话重要嘅还係要重新來審視國土使用嘅合理性，同台灣嘅產業還有農業延續發展。客家新聞林金優記者南投報道。